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6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同款要来讨论一个常用词“小张东东考0分”。这个东东汉字到底安怎写？看完这集你就会晓写。咱无需要编故事，咱用正版的方法来研究汉字，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，看落你就会了解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看一位网友的讲法。这位网友叫做 Fishing Big， 伊讲东东就爱写这2字，文献甲解说写甲清清楚楚。像这种有附文献的讲法，小张拢真感谢，嘛真尊重。但是小张嘛有家己的看法，咱今日就要来讨论。安怎讨论法？要来讨论汉字，咱一定爱对这个字的形、音、义开始讨论起。无大紧，文献嘛真要紧。这几项缺一不可，这就是小张的态度。希望大家嘛有法度用同一个标准来做讨论，安尼唔才有意思。咱即马对声调开始讨论起。小张东东考0分，这个东是第7调的东。咱来看这个变调规则，有2种情形，变调了后有法度变作第7调。第一种情形就是对第5调变第7调，第二种情形就是对第1调变第7调，第5调对应的就是高的声调，第1调对应的就是西的声调。所以讲，这字东东的东，有可能的本调就有这2种，有可能会使读作东甲高共声调，嘛有可能读作东甲西共声调。咱对这个声调有基本的了解了后，小张就要开始找字啊。小张干那2步，第一步就是声母互换。韵母转韵，第2步就是加减介音。这个介音，小张以前捌介绍过啊，就是伊甲有这2个音。小张2步敢有够？我甲你讲啦，若真正有效，2步就足有够啊啦。咱拢无需要编故事，用方法来找字，有影无影，看落就知。咱即马对这个字开始讨论起。伫教育部的网站顶悬有记录，会使读作得。嘛会使读作实，咱来看文献，确实有一个音会使读作得，嘛有另外一个音会使读作实。这无啥物大学问啦，讲破其实就是思甲的这2个声母在互换，如此而已。像这种的字是多还是少？小张会使甲你讲足多的啦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伫教育部的网站顶悬会使读作心，但是有另外一个音会使读作点。当然，这个心的音嘛是有去记录到。搁一摆，这就是思甲的这2个声母在互换，无啥物大学问啦。搁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喙唇的唇。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将弱神声会使读作神，就会使读作顺，因为这个伊甲有伫闽南语内底时常会使转韵，敢真正会使读作顺。咱来看韵册安怎记录。有影会使读作顺就对，证明小张无黑白乱讲。即马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：小张是安怎咱台湾人会甲读作顿？别个所在敢原来有人读作顿？当然嘛有。咱来看汉典安怎记录，伫南湾、漳州、漳埔拢嘛同款读作顿。搁一摆就是思甲的这2个声母在互换，无啥物大不了的学问啦。是安怎小张一再强调思甲的这2个声母互换，毋是啥物大不了的学问。咱来看小张这张表，小张早就已经写遍啊嘛。思甲的这2个声母会使互换的观念，小张上少就已经讲半年以上啊。咱继续来讨论一寡常用字，小张尽量要来甲这个证据讲互较充分的，互各位了解小张这套确实是正版的。刷落来，咱来看这个字。这个字伫真侪铁头门店的招牌顶悬，拢有写这个字。小张做囡仔的时阵，当看的，即摆唔知有啊无。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，将密、顿声，也阁有2种的发音，会使读作顺，嘛会使读作准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就有法度理解，唔是干那思甲的有法度互换，参子都有法度互换。咱阁来看一摆小张这张表。经过拄则这个字，咱就有法度了解，毋是干那的甲思有法度互换，参子就有法度互换。
即摆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，小张，迄排顶悬都还阁有讨甲吃咧，无毋对啊？咱等一下就会讲到。咱阁继续来讲一寡诗甲刀互换的常用字，亲像即个字会使读作色，嘛会使读作得，但是即个得的音咱较无去用到。若有人知影安怎用，则麻烦甲小张教一下，感谢。这嘛是诗甲刀互换的字。咱继续来讲一个常用字，即个字大家拢知，会使读作对。伫韵册内底嘛是安尼记录，有另外一个音会使读作随。是安怎小张要特别介绍即个字？因为即个字有 E 甲 A 会使互相转运的即个现象。即个 E 甲 A 互相转运安怎转法？你毋着举例说明？好，咱即马就来举例说明。像即个字会使读作记，嘛会使读作计。即个字咧会使读作理，嘛会使读作礼。即个字会使读作批，嘛会使读作批，嘛会使读作批。即个字会使读作皮，嘛会使读作皮，阁有人读作皮。即个字咧，有人读作皮，嘛有人读作皮。即个字大家拢知，会使读作西，嘛会使读作西，嘛会使读作西。即个字会使读作随，嘛会使读作随。即个字咧，会使读作是，嘛会使读作是。以前小张的厝边住一位坐伙人。伊甲小张教一个人生的观念，伊讲娶某无用一工，娶细姨无用规世人。即句话较久我嘛会记哩。细姨的细就是写即个字。即马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啊，小张，你无代无志讲即个 E 甲 A 互相转运的代志是要讲啥？安尼你内行的，你知影小张有话要讲。咱即马来公布答案。伫字内底写安尼，即字对伫古早。甲随相通，会使读作对，第三条的对。根据咱拄则讲过的 ，E 甲 A 会使互相转运，即个字真有可能会使读作对。搁讲一摆，即两字相通，拢有可能会使读作对。倒一字较合理？欢迎各位发表意见。咱话讲倒转来，拄则小张有讲到，伫同一排的声母内底，也搁有讨甲吃，也未讲到。小张即马就来举一个例，互各位了解讲即个汉学应该安怎研究才有道理。咱即马来讨论一字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字，即个字就爱读作追。即个字时常当作声符来使用。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，即个字将言追声，咱拢读作随。过来，即个字将手追声，咱读作推。过来。即个字将山追声，咱读作吹，也阁有即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将压追声，咱拢读作对。即个字我无熟悉哦，免着急嘛，小张会讲互你听嘛。咱甲空虚字典原封不动甲抓来，其实即个字就是本所对的对的古早字啦。那安尼毋就真正像你讲的，虽然共一个声符来讲。共一排的声母拢会使互换，是啊，就是安尼啊，这就是正版的研究汉学的方法。别人也在编故事的时阵，小张已经把这套方法甲研究出来啊，来讲互你听。其实这个现象用一句话就会使解决啦，就是这句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这句话小张已经讲差不多500摆啊。有这个观念了后，咱就会使翻头转来讨论今日的主题，就是这个字。这个字安怎读法？会使读作上，嘛会使读作强。根据这个诗甲刀声母互换的原理，咱就会使得到另外一个音，读作重。其中这个 E 是介音，来母音去母中的介音。咱若是甲提掉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音，读作动，第5条的动。这个动的音就是咱在找的字，咱一开头就有讲过啊。所以小张东东可能分，东东就是写作安尼，是毋是像小张讲的？若真正有效，两步都有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咱用一套有效、有道理的方法来研究汉字，用这套方法有啥物好处？上起码咱毋免阁编故事啊嘛。第二，小张用到2个步数，
这两个步数，咱拢已经讨论甲真清楚啊。第三，小张东东可能分，东东就是写作安尼，这两字就是正字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